去年加扣的新台票4500亿的税金，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昨就决定讲，会使动用1800亿扣掉预备金了后，采取发放现金的方式，和全民拢欢喜。苏贞昌今日进一步宣布讲，1800亿内面将预留400亿来应应紧急的需要，其他1400亿大人囡仔拢有分，一个人6000块。其余1400亿来让全民从小到老能够共享经济成果。 每人6000元。公布好消息，针对超定税额，行政院决定将钱还予人民。不过所发的现金无外团1万块这么多啦，因为1800亿内底也需要留400亿来做预备，剩1400亿予全民大人有6000块当领。不过相关法官含预算编列，各部会也搁伫咧瞧，民众想要伫咧过年前摕到钱，应该是无可能。还有朝野都有共识的案子。 方向决策已定，大家就不要再争功诿过，再突发奇想。这是要发现金的话，第一个一定要法案，也就说依法行事。柯建铭总召说绝对来不及，他说绝对来不及，我说绝对来得及。元月13号，那我就建议再加开1个礼拜，延会到。 元月20。民众想要伫咧过年前摕到6000块红包，苏贞昌讲会伫咧1月13号，因为延长会期前结束地推送。不过，就算赶伫咧13号通过，发现金嘛需要行政组织的时间，预计要30天，上紧要等到2月底、3月初钱才回来。希望地方政府赶快作业，最快能够在农历过年前，让低收入户每人750块，中低收入户每人500块的加花，能够每个月入账。经济好康，全民共享，政府决定把钱还予人民，让民众领现金过好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